哇！對喺呢個銅鑼灣高士威道 JHC 真孔城啊，恭喜呢個日本城啊！先1991年嘅時候咧，35年間就終於改名啦。咁啊，始終以前日本城嘅時候真係日本嚟嘅貨品唔多嘛，即係全球去揾一啲最靚嘅貨品嚟啦。所以點解全球揾一啲叫做至真至好嘅貨品？四大嘅原因啦，一佢而家就提供多啲即係品牌嘅升級嘅話，就一啲體驗又好啊、試食啊、試用都好啦。第二咧就用多啲嘅即係耐用品咧就少啲啦，非耐用品消耗品嘅時候咧就提升到佢生意額，希望佔60%，咁啲人先至不斷翻嚟啊嘛。係咁買啲沙煲罌罉嘅話，買完一次都唔即時再翻嚟。同埋第三方面，佢同多啲唔同嘅平台去合作啦。咁啊睇到側邊都寫住多方面嘅平台合作，就講緊係 Foodpanda 又好、HKTV Mall 又好、友和又好、京東都好嘅時候咧，咁變咗唔同嘅平台合作。除咗即使佢哋去網購啊，點樣同佢哋合作多啲嘅話，咁點樣有一個 online 叫 offline 嘅形式去配合啦，同埋做多啲銀髮經濟啦。始終香港老人家越嚟越多嘅話，咁佢哋去實體店嘅需求咧都越嚟越大。反而網購可能會少啲，但係點都好嘅時候咧，就諗呢個日本城呢個真好城咧，最大個 advantage 就係香港有幾百間鋪頭。算 OK 嘅，35年後嘅時候改名日本城變成真好城，希望一個好嘅策略啦。我哋係錢眼鋪啦，恭喜晒！